所谓青少年沉迷网络，这是一个伪命题。青少年并不是沉迷网络，我也不认为这个问题有多严重，因为网络是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。准确的讲，就是这样的一种建议，其实是一种比较假道学、伪道德的一个概念。他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生活其实已经跟网络密不可分了。网络其实反而某个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这种压力。你今天如果真的是让网络离他们的生活越来越遥远，这个反而会对他们的身心灵造成危害。中国孩子的体质、体能很差，这部分需要增加更多的锻炼的时间是一直存在的，但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孩子的考核，整个社会以分数为评判标准。在学校里面，首先老师为了成绩好，用主课挤占体育锻炼的时间，就是体育课被挤掉了。第二种情况呢，作业太多了，作业太多以后，课后孩子们最重要的时间都来去写作业了。